中国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推出新型的开讲机器人，因为成本俗、效能好，一个推出这 AI 晶片大手，辉达的股票就随到被17%，市场的价值减大票19条。美国股7日7伫中国深度交所公司公布低成本人工智慧模型的影响，引起投资人对美国人工智慧龙头地位有可能未保一个烦恼。AI 晶片大请辉达和其他的晶片制造商，红弹出来的科技类股是震动大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是大幅收价，辉达的落幅是16.86%，值得差不多有6000亿的美金，就安尼无去啊。等于是大票19.6条，纳斯达克中场是落3.07%。$5 million spent on the DeepSeek product, but it's $100 billi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with some of these other products that are available. That's what's disrupting markets. 深度交所表示讲，已经开发一款 LLM 大语言模型技术，伊的能力是袂比美国 AI 龙头这竞争对手搁较歹，而且训练成本真低。深度交所27早起已经起立苹果 App Store 免费应用程式排行榜的榜首。It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our industry. 分析师认为讲，因为美国政府限制中国摕到先进的 AI 晶片，深度交所这个表现，让人印象真深。但对技术的成就，同款有疑点。It's about 80% functionality relative to ChatGPT, maybe relative to Meta's Llama. There's some strengths, some areas of weakness in terms of what they're able to do. 分析师讲，以功能来讲 ，AI 革命的重点是伫个企业使用的时代。虽然讲深度交所是一个真好的模型，但是除非伊会当大量扩充，无是真歹对企业的角度，会当看出伊对美国科技无法度造成任何竞争性的浪潮。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